韩国语言模型检出来过后，然后佢计出来，佢多派那个数目是代表乜嘅意思？水面要切看啊，做得用冇？做唔得用，我了解最佳化，要把它最佳化一下，看哪条做得来使用。多日常生活地图哪条有 ASR 咧？第一张与智能助手、智慧助手嘛，啊 Google Assistant， 然後很多 Gemini， 嗰個 Siri 啊 ，Amazon 嘅 Alexa 啊，佢講，然後佢講，基本天使用版型，我一台俾老人安排一下兩個行程，還有語音轉文字嘅服務，這個我相信大家平常用得懂到。啊，客服中心，如果你打電話去客服嘅服務客服中心啊，你打電話，個聊天機器人講法就是很多算了。再來醫療業你叫用韓國語音識別來搜尋，如果你用 Google 搜尋嘅網站哦，你就攞嚟講法，它就可以聽得出來你在講乜嘢哦。最尾還有語言學習嘛，來改善一般人樣板型來發音。不過 ASR 未來要動到嘅需要嘅東西啊，比如講，如果提高喊得準呢，偏實力，因為你下可能有到種東西，你唔出。第二種跨語言嘅識別，因為你下可能就講人講假設一段影片、一段聲音裏邊有3種、4種、5種語言，係講嗌講法，一下講四個，等下就變壞了，個等下又變太步。3種語言家下，你機器會被點提起。再來，個人講法有情感、有情緒，佢哋下當當無法度認識。韓國用乜嘢即時讓語言變作翻譯，呢係動態嘅問題嚇，未來動態挑戰。故所咧，讓語言編識係會有動態嘅困難同挑戰咯。唔過，我哋做嘅期待未來可能再過10年嚇，合法有可能咪會。記到做啲研究嘅對象了。下邊第4章，即時，即時，即時。第5章，翻譯，翻譯，翻譯。語言編識技術做得。即時翻譯，記下則語言。來睇下南市演講。語言編識技術做得即時翻譯，記下則語言。語言編識技術做得即時翻譯，記下則語言。語音辨識技術可以即時翻譯好幾個語言。